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20，诗篇119篇147到148节，安尼讲：天未光，我就起来求救你。我仰望你的话，我规暝目睭金金，若念若想你的话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仰望你的话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指示阮活命道路的上帝，你是扶持阮无跌到跌倒的天父，主啊！你互阮伫黑暗中看到光明，也互阮伫艰难中看见希望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仰望你，我要注神伫你的面容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所倚靠的上帝。主啊，阮的忧苦你清楚，阮的重担你拢知。主啊，阮较无对你来得到帮助。主啊，天未光，阮就起来求救你。阮仰望你的话，阮规暝目睭金金，若念若想你的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